為咗打造更暢達連貫同埋全民共享嘅海濱，發展局同各界一直致力推動先駁通再優化嘅策略，積極推動唔同嘅海濱優化項目，目標係喺2028年將維港海濱長廊嘅總長度延長至34公里，為市民帶嚟優質嘅休憩空間。係啊 ，Lakis，我哋近年都好積極推出咗唔少既新穎又好玩嘅項目。當中包括喺觀塘同灣仔海濱引入多元嘅水上活動，優化西營盤海濱公園休憩空間，同埋推展北角東岸板道項目。九龍東有大約11公里長嘅維港海濱，貫穿馬頭角、啟德發展區，以至我而家身處嘅觀塘一帶。隨住啟德發展區嘅水質改善措施見效，觀塘避風塘同啟德水道嘅水體質素都已經大為改善。之後，起動九龍東辦事處提出咗水體共享建議，並同海事處一齊制定咗共享觀塘避風塘指引。喺非颱風期間，共享觀塘避風塘水體，除咗用作避風塘及船隻停泊處外，仲可以進行各式各樣嘅康體活動。另外，海事處亦都將觀塘避風塘沿觀塘海濱花園嘅通航區由50米擴闊咗1倍到大約100米，從而釋放更多嘅水上活動空間。而家3個位於觀塘避風塘海濱用地嘅水上訓練中心已經逐步投入運作啦，分別係由中國香港獨木舟總會、香港水上運動議會同埋觀塘體育促進會負責營運，仲舉辦過多項本地同國際水上運動、康樂活動同訓練課程。喺舊年仲舉辦咗第15屆亞洲龍舟錦標賽添。曾會長，我知道觀塘海濱都有好多活動啦，咁你覺得喺呢一度推廣水上活動有啲咩優勢呢？有啊，呢度因為咧呢個海濱嘅地理位置咧係好適合舉辦活動，同埋咧個交通配套都相當完善㗎。喺呢度搞一啲唔同嘅活動嘅話咧，可以同後邊嘅啟德體育園咧做一個協同嘅效應。好，轉向維港對岸，等我同大家介紹下灣仔香港遊樂場協會嘅海洋新幹線水上活動中心啦，係港島市區首個開放俾公眾嘅水上活動中心。遊協喺中心除咗提供分級水上活動課程外，同時都有好多定期舉辦而且老少咸宜嘅特色項目，好似經典鴨仔船、維港日落同夜光遊、寵物同遊、直立板水球、水上單車等等，為市民提供多元化嘅親水體驗。大家可以瀏覽中心網頁，了解最新報名詳情㗎。除此之外，中心仲舉辦過第15屆全國運動會遙控帆船選拔、深港澳槳板巡迴賽2025等大型嘅賽事添。今次其實係我第一次嚟中心參加水上活動啦。其實嚟嗰時都冇諗過可以望住個咁靚嘅維港景去玩水上單車嘅。即使我哋係新手，都可以喺幾次嘅嘗試同埋練習之後咧，就掌握到啲技巧。真係一個好難得嘅體驗。海濱嘅活力又點止多元化嘅水上活動？仲有亞新後全新落成嘅西營盤海濱公園，公園佔地1.32公頃，仲設有長達440米嘅海濱長廊。公園由建築署設計建造，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目標係打造兼具休閒玩樂同埋景觀功能嘅優質公共空間，同時貫通中山紀念公園同埋西區副食品批發市場嘅海濱長廊。公園最大嘅亮點就係引進咗嶄新同具創意嘅設施。當然喺創新嘅同時，我哋都非常注重設施嘅安全性，當中包括全港公共空間第一個雲朵形狀嘅戶外充氣遊樂設施片片雲海，佢具備防滑同埋緩衝嘅功能，同時亦都可以容納多個小朋友一齊玩。設計團隊特別注重平衡設施嘅挑戰性同安全性，除咗設置融入座椅嘅防撞軟墊、張貼告示說明規則之外，亦都安排咗工作人員喺現場講解規則，實施年齡、人數、時間管理，確保所有使用者都可以喺安全嘅環境下盡情玩樂。喺正式開放之前，我哋仲邀請咗唔同年齡嘅小朋友嚟試玩，再按實際情況適當咁調整設施嘅規則同安排，務求大家玩得開心又放心。公園裏面亦都有維港海濱首次出現嘅海濱嬉水嬉沙區，小朋友可以一邊欣賞咁靚嘅維港，亦都一邊可以享受咁獨特嘅觸感遊戲，係突破咗傳統遊樂場嘅感官體驗。即係景賢公園可以玩完遊樂場之後離沙池咁近，即係令到佢
即係嗰個 sensory 係即係好被激發咁樣咯，所以我都非常中意呢個公園嘅。園區呢個設計就非常之貼心啊，因為即係沙池附近就有好多洗手嘅地方啦，即係對於家長嚟講真係非常之方便。我今日天氣涼涼地啦，即係覺得好舒服啦，望住個海啦，亦都有啲涼風咁樣，即係我哋家長都覺得好放鬆啊！為咗實現跨代共融嘅遊樂體驗，公園特別設置大型嘅旋轉平台，以及具備遊樂元素嘅無障礙通道，方便輪椅人士使用。公園仲設有其他好有趣嘅設施同埋完善嘅配套。除此之外，民政事務總署亦都美化咗西區海底隧道嘅擋土牆，同埋將會喺園內建造寵物公園，為海濱空間增添更加多嘅特色。全面打造全齡友善、親子同樂、寵物友好嘅多元休憩好去處，為西區海濱注入嶄新嘅活力。公園好快就會開放同大家見面啦！除咗西營盤海濱公園開放之外，我哋嘅北角東岸板道東段亦預計喺嚟緊12月逐步開放。係啊，嚟緊新嘅路段大約長1.1公里，係將現有嘅東岸板道西段連同北角海濱花園接駁到鰂魚涌嘅海裕街。喺東岸板道全面開放之後，全長大約有13公里，連貫堅尼地城至筲箕灣嘅海濱就正式全線貫通，實現咗一板貫通、暢達西東，為日後海濱發展提供更多可能。發展局將聯同各界繼續優化海濱，引入更多創新元素，令維港海濱成為人人共享嘅優質公共空間。